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澎湖的消息。伫澎湖花市附近，透早又有中国籍渔船掠鱼掠过界，和海巡掠到。因为这只渔船毋但无要停船接受检查，佫拍算要逃走。因为这个船顶船员真济，海巡队不得已拍一块的线子啊，甲压制。当时呢，强行停船检查，船顶干那这个鱼货到6000公斤，还有15个船员，拢总被带转去马经这个港口。另外，船顶阁发现将近4公斤的猪肉，直接伫港边度销毁。我界掠鱼被发现到，赶紧甲船顶的灯关起来，想要绕跑。这只中国籍的渔船0572号，半暝啊2点外，伫澎湖花市的西北方。行踪已经被发现啦，也是唔听可劝，船高一直开，船顶未少船员、海巡队员向因开一枪。今仔会知啊，连船赶人拢被押回港内，嘛伫船顶有发现到6000公斤的鱼货，也佫有将近4公斤的猪肉。对家有非洲猪济病毒，防疫人员全副武装，到船顶甲猪肉封存，而且直接就伫港边用这高压高温灭菌毁掉，挥发的鱼仔嘛全部倒入海。唔是走啊！我以为是叫我夹开，我就夹。我会听啊，我才夹到开的，我就要夹向西背夹。船老大想要为家己行为辩解，不过船内已经越界，15名的船员拢被扣留。排一下，从那边排一排。落船了后消毒，拢徛伫海边接受检查，想要越界占便宜，即马人甲船全部拢被压。